本港有5間院校日前通報私隱專員公署，話懷疑因為跨國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，導致資料外泄。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話，已經同數字辦緊密聯繫跟進事件，並已經接洽受影響嘅院校同埋提供協助。跨國網上教學管理平台 Canvas 日前懷疑遭黑客入侵。涉及嘅資料包括用戶名稱、電郵地址、學生編號同通訊信息等，或影響全球2億7500萬名嘅用戶。而本港亦都有5間教育學院就資料懷疑外泄向私隱專員公署通報，包括香港理工大學、香港建造學院、香港科技大學、香港演藝學院同香港教育城。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跟進有關事故，話正同數字辦保持緊密聯繫，並針對 Canvas 可能存在嘅釣魚網站，正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進行主動掃描，期望盡量減低對香港用戶嘅影響。我哋一齊 work together 係睇下而家個情況係如何，按風險同埋實際需要做一啲方針，又做一啲應急一啲方案嘅。我哋知道呢件事之後，我哋都主動係去檢視翻一啲香港啲院校有冇用呢個 software 呢個 Canvas 啦，同埋提一提佢哋，其實有啲咩異動啊，有啲咩要留意。有陣時啲 hackers 好多時我哋都會見到佢攞完啲資料之後咧，未必會即刻去做嘢嘅，佢有機會將啲資料轉賣出去，又或者等一段時間先進行第2波、第3波一啲 phishing 一啲 attack。中心建議受影響嘅機構暫時停止使用有關平台，識別任何已經連接該平台嘅系統或者第三方整合服務，並將佢哋暫時分離。監察帳戶同系統係咪出現異常登入。至於受影響嘅學生或者教職員，就應該提防可疑嘅電郵、訊息或者來電，唔好點擊可疑連結同埋開啓來歷不明嘅附件等。另外，本身係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嘅立法會議員黃錦輝話：事件影響廣泛，呼籲本港其他受影響嘅院校、學生同埋家長主動通報事件。因為嗰度咧好多係提供學校服務，包括去登分啊咁樣，考試嘅分數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考試嘅資料啊咁樣。咁嗰啲咧，譬如考完試，咁考完試嘅時候有分數。咁唔見咗喎，第一時間咁點算咧？咁樣唔都重考過，又好似唔實際咯咁樣嚇。咁呢啲都會對學校個運作可能會有少少影響啦嚇。Canvas 開發商上個月29號偵測到平台出現未經授權嘅活動，今個月1號承認遭受網絡攻擊，之後有黑客組織承認責任，話已經盜取全球近9000間院校，超過2億數據並勒索金錢。鳳凰衛視記者林嘉敏報道。